镜头搁转来过来，咱来关心选举。这是民众党郭文哲昨昏有开记者会，说明伊的劳动政策。伊是提出减税，要互企业趁钱，互劳工会当加薪水，才会主张。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去新竹拜拜，伊提出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大溪国计划，要来找土地，甲咱的科学园区变大。因那国民党侯友宜是搁在批评中央的非核家园这个政策，是和国际趋势颠倒摆。提出伊重要的政策，民众党郭文哲早起召开劳动政策记者会，提出4大主张，包括以减税方式鼓励企业趁钱，甲劳工加薪水、友善环境、保障劳权、年金改革、甲吸引人才、人权立国。过去20年，台湾 GDP 成长很多，可是实质薪资没有成长，所以从数字上就知道，老板赚的钱没有给员工分享。年金改革还是要面对的。为着拼总统大选，民进党赖清德去拿赢票仓，透早去新竹湖口显圣宫拜拜。伫座的时阵讲台语嘛讲客语，佮提出土地苗大石国计划，要找土地扩大科学园区，有科技选票。我有提出一个桃竹苗大溪谷计划，因为新竹市的科学园区应该要往外扩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应该要解决交通的问题。还有改善生活环境，然后基础建设要做好。国民党侯友宜初时去台南，批评供电会带来热岛效应，不过去赖清德反驳，强调唔通为着选举的利益讲遐个无的。针对德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签署宣言，要伫2050年进前提高核能发展到3倍。侯友宜初五批评中央非核家园的政策，甲国际趋势是完全颠倒兵。非核家园不但跳票，跟国际在减碳、以核减煤的整个趋势完全背道而驰。错误的政策不但比贪污更严重，还会造成后国殃民。侯友宜顶日公布苏家室调整的患者，威胁公车案件新闻的影片，所公开患者的名甲面簿啊。民进党要求伊爱回实的。因为侯友宜讲，透过这个案件，希望国家用行政院层级来面对心理卫生疾病，推动国民心理健康计划。因为中选会下晡嘛公布3组总统大选参选人国籍审查的结果，拢有符合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。中选会嘛会伫11抽口决定总统大选参选人的号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